这新闻来看，开讲机器人 ChatGPT 伫去年底推出，短短2个月，全球的用户就超过1亿哦。也毋过嘛发现真侪问题。OpenAI 的执行长昨伫一场美国国会听证会就表示讲 ，AI 若是行歪，确实会造成灾难。执行长嘛呼吁政府哦，就要赶紧甲产业界合作，成立一个专门负责管理 AI 的部门。We have seen what happens when technology outpaces regulation. That voice was not mine. The words were not mine. And the audio was an AI voice cloning software trained on my floor speeches. 美国参议员布鲁门塔建议 ChatGPT 下期要参加16听证会演讲内容，会让看到 AI 以假乱真、混淆视听的潜在危险，对出来表达 AI 科技应用袂当亲像社群媒体共款失去控制，需要赶紧受到规范。伫演讲结束进前，也阁强调这是伊家己本人讲的。That was not written by AI for sure. 美国国会16举行人工智慧听证会，微软投资的 OpenAI、IBM 加 AI 科技专家拢参加。面对着两党的议员对 AI 科技影响选举、失业、资讯内容真假加军事行动等议题所提出的质疑，三大背后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第一遍伫国会讲 ，AI 一定会影响就业市场，也承认 AI 若行偏去会造成正大的危险，所以愿意配合公开部分技术。而且目前会当提供生成式 AI 模型的公司也阁无算多，希望政府赶紧立法监管。We want to be vocal about that. We want to work with the government to prevent that from happening, but we try to be very clear-eyed about what the downside case is and the work that we have to do to mitigate that. 阿德曼也建议政府赶紧甲业界对话，成立独立的 AI 专职机构合法执照，来符合 AI 技术加道德安全的规范。只是各界对 AI 专职机构的实施内容，也有各种的质疑，等待厘清。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